咱若讲有定定去人庙的，也是讲学校内底，普遍拢有看到会种一两丛老树。为了保护这寡珍贵的老树丛，即马嘛有人咧做老树志工，专门咧带社区民众四界去寻树啊，了解树啊特性甲生长的状况，找出照顾这寡老树的方法。老树志工带民众去看老树，这丛悬有15米以上的胡桃树，伫家己县中部国小内底已经有104栋的历史。为了让社区的民众入捌老树的历史甲照顾的方式，中部国小有配合家己县政府举办老树巡礼的活动。会使让阮在地人知影遮的树啊，年纪有偌大，然后会使好好啊来照顾因，还会使搁活较久咧，活甲比阮较久安尼。来到遮观赏的时阵哦，拢会当甲伊保护一下互伊这个生命力更延续中部高小讲，这丛老树唔但陪伴学校的师生，嘛是真侪在地人伫遮读册时的重要基地。除了甲相关单位配合保护老树，嘛希望为这丛老树开始，替社区甲学校的师生带来环境教育的合适机会。只要我们这些老树有什么所谓的生病或是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地方上大概会通报我们农业处，那我们农业就会请专家学者大家一起去看，做后续的因应跟处理。老师甲囡仔其实嘛希望讲，会使伫咱这个规个咱这个老树的边啊，这个雨豆树的边啊，来做一个森林花园的步道，那是希望讲会使甲学校的一寡学习的活动来做结合。家己县目前定期管理的老树有81丛，家己县农业处指出，老树较常会拄到的问题，除了树啊破病甲天灾以外，有时阵嘛会发生民众无意中的破坏。相关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甲民众去认捌老树，嘛会当合适照顾老树的方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